再來看民進黨團今仔日是來公布立法院新會期的11項優先的法案，包括着增加育嬰留停假、勞工帶薪水的家庭照顧假，也閣有照顧台灣未來的1.05條國防特別條例，甚至也閣有立委附中的法案，這內容是包括5個委員會。看得到、吃得到，全國都照顧。為着要照顧後一代，民進黨團11位立委聯合召開記者會，要佇咧新的會期推出11大優先法案，針對育嬰津貼會當增加1個月收發。爸爸跟媽媽雙親都已經請滿各6個月的育嬰留停津貼了。那你們可以再加1個月，也就是各加1個月，總共有14個月的育嬰留停津貼。另外也打算推動勞工的家庭照顧假，嘛愛比較公務人員提供7天有薪水的家庭照顧假。是過去呢，我們在公務人員他們家庭照顧假是有7天的有薪假，那現在我們要來爭取勞工也要有這7天的有薪假。在各項的議題，民進黨團也提出照顧台灣未來1.25條強軍條例，來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，也呼籲朝野立委會當共同支持。閣有針對立委去中國的法案，打算提出兩化條例修正案，明定立委去到中國必須愛先申報。立法委員附中的狀況之下，政院當然有他的版本，但我們的版本已經被擋了857次。那因為藍白也並不是那麼的認真，所以他還是漏擋了幾則所以呢，目前來講進入到委員會還是有可以審查的空間。那國民黨團在新的會期又提出家己的優先法案版本，攏總42案，包括精闢國安法草案、確保上先進的研發技術留在台灣，以及台灣未來考照特別條例草案，提供囡仔讀冊獎學金，閣有關軍人年假的修正草案。國民黨團表示，詳細推動項目未來會來召開記者會，統一對外說明。記者台灣選林旭凱台北報道。